接受訪問啊？你有冇興趣啊？嚇？係啊。好啊！你而家最中意食嘅係咩啊？好嘅，好。你而家最中意食嘅係咩啊？你咯。呢位同學嘅問題有啲抽象，問另外一位同學。呢位同學，你接唔接受訪問啊？接唔接受訪問啊？咁我嚟睇下呢位同學，你接唔接受訪問啊？接受。你咧？接唔接受訪問啊？嚇？接唔接訪問啊？你最中意食乜嘢？OK， 好，呢位同學，你接唔接受訪問啊？呢位同學，你接唔接受訪問啊？呢位同學咧？好，睇嚟大家都好唔想接受訪問。好啦，拜拜。